各位老友記，平時屋企煮兩味係咪都中意先將錫紙包住啲魚或者肉放入焗爐呢？但你又知唔知錫紙究竟應該光面向外定係瓦面向外？其實而家市面上買到嘅真名叫做鋁箔紙，如果一直用錯方向，甚至包錯食物，分分鐘會產生化學反應，搞到啲重金屬靜靜雞融入啲湯汁度，長期食落肚，真係會影響我哋嘅骨骼同腦部健康。好多街坊都可能不知不覺踩中咗呢個陷阱。為咗全家嘅健康，今日老林就同大家拆解鋁箔紙背後嘅真相。只要跟住我，掌握一個黃金法則同埋兩大禁忌，包保你以後咀粥食得安心。片尾老林仲會加碼分享幾個估你唔到嘅廢物利用神級妙招，幫你做家務慳錢又慳力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入正題。頭先老林提到嘅黃金法則，第一步就係要識得分清楚錫紙嘅正反面。每次拉張錫紙出嚟，大家留意下，一定係一面光猛猛亮面，另一面就係啞色嘅霧面。好多人以為求其邊面朝內都冇所謂，咁就大錯特錯啦。老林話你知，最叻嘅做法係將啞色嗰面霧面貼住啲食物，光猛猛嗰面亮面朝向外面。點解呢？因為亮面會將啲熱力反彈，而霧面吸熱好啲，可以令啲嘢食快啲熟。最緊要係咩啊？霧面摸上手比較微嗨四，冇咁容易同啲肉類或者帶皮嘅食物黐埋一齊。下次大家焗魚或者焗雞翼，記住用霧面貼住啲肉，包保你焗完撕開嗰陣檢鏡靚一靚，絕對唔會再溶溶爛爛。學識咗點樣分正反面，老林仲要千叮萬囑大家用錫紙有兩大禁忌，千萬唔好犯。第一個大忌就係酸性食物，好多老友記中意整泰式檸檬焗魚，或者加好多番茄醋落去焗肉。聽老林講，千祈唔好用錫紙包住呢啲極度酸性嘅食物去高溫加熱，因為鋁箔紙遇到強酸會起劇烈化學反應，釋放重金屬鋁元素，靜靜雞融入啲湯汁度。下次焗酸嘢記得轉用烘焙高溫牛油紙，或者放落耐熱玻璃盤啦。講完酸嘢，第二個禁忌就更加危險，分分鐘會搞到廚房火燭。就係錫紙絕對唔可以放入微波爐裏面加熱，呢一點非常重要，請大家無論如何都要記住。錫紙其實係鋁箔紙，係純粹嘅金屬，微波爐發射微波，令食物內部嘅水分子產生高頻震動，但微波係穿透唔到金屬嘅。當你將包住錫紙嘅食物放入微波爐一叮，啲微波打落金屬表面會被強烈反彈，呢個過程會產生高頻率嘅電火花。曾經唔小心放入去過嘅朋友一定會聽到噼里啪啦好恐怖嘅聲，甚至會見到微波爐裏面閃閃下有火光。咁樣做唔單止啲嘢食完全熱唔到，仲會搞到微波爐入面短路，輕則燒壞部機，重則會引發廚房火災甚至爆炸。要翻熱包住錫紙嘅嘢食，請乖乖地用焗爐或者氣炸鍋，千祈唔好俾佢行埋微波爐半步。講完禁忌，老林教你廢物利用。接下來老林要同大家分享4個錫紙喺日常生活入面嘅神級妙招。平時用完嘅錫紙唔好急住抌擔二，佢可以幫你慳翻好多冤枉錢同埋做家務嘅時間。妙招1：變鈍鉸剪，一秒重生。屋企把鉸剪用耐咗，剪嘢好嘥力，買過把新嘅又要幾十蚊，其實用一張錫紙就可以令佢重獲新生。你只需要將一張普通錫紙對摺再對摺，折大約8次，等佢有一定嘅厚度，跟住攞起你把鈍鉸剪，用力去剪呢疊厚錫紙，反覆剪15到20下。剪嘅時候，金屬鋁嘅摩擦力會順便幫刀刃做一個微型打磨。剪完之後，攞塊乾布將把鉸剪一抹，
你會發現把鉸剪即刻利返晒，即刻幫你慳返買新嘅錢。妙招二，輕鬆清洗發黑銀色。長輩戴耐咗嘅銀色，掂到汗水好容易變黑，攞去金鋪洗又要收錢。其實用錫紙喺屋企就搞掂。個玻璃碗底鋪一層錫紙，兩面朝上，將發黑嘅銀色放上去，灑大量食用鹽或者蘇打粉，最後倒入滾水。銀色表面啲黑色嘢會同鹽水起化蟹，浸5到10分鐘，攞出嚟用清水洗淨抹乾，黑色污垢就會消失，見銀色閃靈靈，好似新嘅一樣。妙招三，去除燒焦鍋底黑垢。平時失手厚咗個煲底，用百潔布洗唔甩，用鋼絲刷又驚刮花個靚煲。呢個時候搣一細錫紙，用遠程一個實淨嘅圓口，尖少少掃形嘅夾淨夾康機，鋁箔紙巢成球之後，硬度啱啱好，核得甩，環顧污垢又唔留刮痕，環保慳力又快捷。妙招四，雙倍提效的晾衫秘訣。做家務最怕咩？老林就最怕晾衫，企喺度晾得耐，條腰都酸晒，晾完正面又要反過嚟晾背面，真係好花時間。老林教你一招，你可以喺燙衫板嘅布下面平鋪一層錫紙，記住將亮面朝上。當你將件衫放喺上面潤嘅時候，鋁箔紙嘅亮面會將穿透衣服嘅熱量重新反射返上去。咁一嚟就等於你同時對衣服嘅上下兩面進行加熱，本來需要反覆烘2次嘅地方，而家只要輕輕烘1次就平坦晒，大大節省咗做家務嘅時間同埋體力。等你可以早啲坐低飲杯茶休息下。總結嚟講，睇落唔起眼，價格又低廉嘅錫紙，其實蘊含住好多科學嘅原理同生活嘅大智慧。只要我哋打破以前嘅錯誤觀念，掌握正確嘅使用方法，佢唔單止能夠提升我哋嘴語嘅效果，保障屋企人健康，仲可以解決生活中大大小小嘅瑣碎煩惱。希望老林今日分享嘅知識能夠真正幫到大家，感謝大家耐心收睇。如果你覺得呢段影片實用，學到嘢，請記得幫老林撳個讚好，訂閱林氏有方頻道，仲要記得分享俾身邊嘅親朋好友，等更多老友記可以避開廚房嘅健康陷阱，一齊越活越健康，越活越精靈。有咩想老林下次講嘅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我哋下期影片再見，拜拜。